到嚟我哋嘅直落世界盃啊！哇，琴日已經開始咗我哋嘅揭幕戰啦。咁啊，大家個生理時鐘都開始要 tune 一 tune 啊，可能要即係早啲起身食住早餐去睇波啊。我自己最期待當然就係 C 朗啦，快啲出場啊！睇葡萄牙，睇佢大展異彩啊！咁啊，當然今日亦都繼續有我哋嘉賓上嚟傾下波經啦。冇錯啦，我哋咧係會陪住大家一齊去睇世界盃㗎。咁咧而家今日咧繼續會有助教 Danny 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啦，同埋咧仲有型花嘅美女們咧都會分析一下嚟緊嘅賽事嘅。咁啊，介紹下自己先嚟。Hello， 我係型花嘅 Fian。Hello， 我係型花嘅飛。我係型花嘅毛毛。係，我係型花嘅助教 Daniel 啊。係，但係我首先一個問題 ，Daniel， 你做咩着意大利嘅波衫嘅？你知道今屆世界盃冇意大利嘅喎。喂，就係冇啦，所以要支持下。即係大家而家唔望多幾眼咧，我驚即係冇乜機會再記得佢啊。你已經着定下一屆或者下屆啦。係啊，已經係幫佢預備定，可能係12年之後嘅世界盃。你要着12年喎，咁樣係嘛？我大家中意意大利嘅人都係咁上下。OK， 好，我哋翻嚟之後交俾翻型花講下我哋 A 組嘅形勢先。係。A 組啊，係因為咧，我哋其實已經係完成咗揭幕戰啦。咁而家一開始咧，大家睇過揭幕戰嘅話，就係墨西哥咁啊，以2-0擊敗咗南非啦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仲有冇睇韓國隊先？我就有嘅。咁另外韓國對捷克咧嘅賽果就係韓國反勝捷克2-1嘅。我哋即刻睇下 A 組嘅走勢圖先。咁 A 組咧，其實而家咧嗰個榜首咧就係墨西哥啦，東道主嘅。咁啊，南韓咧就係排緊第2位。咁啊，好多時都話啦，因為小組有最佳第3名，咁啊，所以咧容易咗出線，有3分就夠啦。咁啊，即係睇下呢兩隊係咪有3分就已經足夠可以出線小組賽啊？咁我都報告下我哋型花組嘅情況先啦。咁琴日咧 Winky 咧成功咧預測到賽果喎，就係墨西哥贏南非2-0。咁我哋今晚都要再接再厲啊！咁今晚咧就會進行 B 組嘅分組賽，咁而我哋就會好期待波斯尼亞對戰呢個嘅加拿大啊！冇錯啦，咁啊加拿大咧作為東道主之一啦，咁所以大家都好期待佢哋嘅表現。咁 ViuTV 亦都會同大家現場直播，所以深夜3點鐘大家記得開電視啦。係啊，而聽朝嘅9點仲有小組 D 組嘅賽事，美國對巴拉圭 ，ViuTV 都會同大家一齊直播㗎。喂，講真，咁多好睇嘅賽事，嗱 Winky 咧又估中咗2-0，咁我哋又接住嚟，冇理由咁失威㗎嘛，不如估下個即係比數先啦，我哋即係加拿大對波斯尼亞點睇先？我就覺得加拿大咧可以小勝波斯尼亞1-0嘅，因為加拿大有主場之利啦，同埋佢哋嘅球員咧都有速度同埋體能嘅優勢，而波斯尼亞咧佢哋防守為主啦，咁好少會有大比數嘅失球嘅，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應該可以加拿大小勝1-0嘅。而我就唔係咁樣認為啦，因為屆世界盃都一定會有爆冷，所以我今次一定係撐波斯尼亞，我就會覺得波斯尼亞反而會小勝1-0。而我咧就覺得嗱，正所謂萬般皆下品啊，唯有迪斯高。咁加拿大咧應該會小勝2-1嘅，因為喺迪斯高有制空嘅優勢之下，其實加拿大都有非常之強嘅速度，例如 Jonathan David。咁佢哋喺主場應該會想快啲攞到3分去出線啦，因為小組嘅瑞士都非常之犀利，所以我就估係加拿大贏2-1嘅。咁我大膽啲啊！我都係估加拿大贏，不過我估佢贏3-0。波斯尼亞咧其實都有睇過往咧，其實嗰個世界盃外圍賽成績麻麻地啊，咁所以咧我話撐加拿大可以大炒啊！係估唔到同一隊足球隊，但係大家啲睇法與差係完全唔同啊！嗱，不如咁啦，波經又講完，我哋又玩翻啲遊戲先啦。我哋一齊睇下個遊戲點樣玩。足球吹脹，型花球員吹脹氣球，然後放氣飛入龍門。1分鐘後攻守互換，入球最多為之勝出。吹波越快，攻得越多，睇下你夠唔夠氣啦！係啦，我哋咧呢一度咧嘅第一 round 咧，首先咧就係會有進攻嘅毛毛啦，跟住防守就係阿飛嘅。咁如果準備好嘅話咧，我哋就開始遊戲。你清楚點樣玩嘅啦嘛？係咪？清楚。OK，咁啊，不如玩咯，我哋3、2、1開始。咁啊 Danny 會做旁述嘅。唔止啊，我做埋球證添啊，冇得1分鐘嘅時間啦。嗱，上禮拜毛毛就已經玩過啦，你見佢應該有啲經驗啊。我哋改良咗，為咗你哋改良咗個氣球。係啊，我哋加咗啲絲帶多咗喺度。個即係一條線喺後邊啦，加咗個氣流喺度啊，應該係容易啲嘅。但係有經驗同玩得好睇嚟係完全唔拉更㗎，暫時都未入到波。
但係後添喎，呢個波犀利啊！你試下反轉個人，係咪吹會調轉你試下擰好啲喎。轉面啦，可能有啲跳喎。係啊，你試下調轉。但我記得上次毛毛都係唔調轉，關頭入一球嘅，哇！係唔得嘅，最後冇試我放棄先得㗎。最後啦，最後啦，俾你射埋射埋呢球，俾你射埋啦！哎呀，係唔緊要嘅。係咁啊，毛毛就獲係毛毛得可以過嚟呢邊啊0分嘅，係啦。咁啊問下毛毛先嗱，其實你上個禮拜玩過嘅，係咪因為改良咗多咗幾條彩帶難控制咗咧？我覺得雖然上個星期都玩咗啦，但係氣球咧真係好難預測佢嘅動向嘅，咁所以我覺得係嚟緊阿飛都要加油啊！係係咁啊，第二 round 咧就輪到阿飛咧就做進攻啦，然後 Vian 咧就係防守，哇好有氣勢，你叉晒腰啦。咁準備好啦，開始啦喎，3、2、1。哇！佢吹得好哇呢個龍門做咩啊？出型咁你知唔知自己得1分鐘㗎咋？你知㗎係嘛？哇，好有信心啊 Vian 佢嘅假動作仲多過飛啊！哇，好靚喎呢球！入球有效啊！誒，大家都鬥假動作啊好！似成功 fit 咗 Vian。望咗死角啊！明明 rehearsal 唔係咁㗎，飛你。保留好晒矛啊！企翻條百佳度。究竟可唔暫時可以？已經係2球在手啊！係可唔可以入多一球咧？果然係球隊嘅射手之一。最後8秒，7、冇放6心先。俾你吹埋呢個。 4、3，哇！多咗都入啊！ 3-0，3-0。係啊，阿飛最後係入到3球啊！哇，飛好犀利喎！你好犀利頭先係試咗一次嘅啫喎，點解你已經掌握到嗰個技巧啦？因為我啱啱攞咗個波翻去練，我有自己練下點樣練啊！拋，原來係佢攞㗎。因為我唔係好識吹氣球，不過始終都係覺得我射波勁過吹波嘅。係，同埋我見即係就算 Vian 好積極去撲救咧，你都完全唔驚，你做到啲假動作去逼開佢。係。係咁啊，最後一 round 咧就輪到 Vian 就做攻啦，守嘅就係毛毛啦。咁啱啱咧我哋 rehearsal 嘅時候咧，阿 Vian 咧係好勁啊！咁究竟可唔可以保持你呢個質素咧？咁係準備好就開始啦。毛毛加油，啊入唔到波，但係最緊要守到，唔好俾對方入啊！哇，麻麻地喎呢個有妹。啲流氣啊你呢個，力度唔夠啊！誒，哇！哇哇，你好矛啊！哇！哇！球我已經計你入嘅，過計唔計啊計唔計啊咗過咗百佳，裁判話入嘅，嗱，睇住個界啊！佢就嚟行入去咁樣。喂，射裁判喎，射裁判錯分喎。要唔要俾人好，最後一球啦，最後一球啦！唔錯。好靚啊，最後壓哨啊！咁啊，Vian 係有2球嘅。咁啊，換言之啦，最後公佈我哋嘅成績啦，即係今次呢一個嘅足球吹進環節咧，毛毛係0分，阿飛係3分，Vian 係2分嘅。換言之，勝出嘅就係阿飛。恭喜晒啊，好犀利啊！咁啊，希望大家越玩就越純熟啊！呢個時候請埋我哋啲拍檔出嚟啦。係，等晒大家出嚟。我想問下現場觀眾今日玩得開唔開心㗎？係。更加開心嘅係咪你哋今日有禮物啊？不如 show 俾大家睇下有咩禮物啊！勁喎！勁啊！啱晒啦！咁啊，到時我哋開波睇世界盃咧，就可以一路睇零食一路睇波啦。好啊！再次多謝晒今日所有嘅現場觀眾朋友，咁啊多謝櫻花啦嚟到參與我哋嘅直落世界盃啊！記住下個星期同樣我哋一樣有8點直落啊！即刻睇9點半，下個禮拜見。拜拜。